日本放工去邊度好？呢期梗係去睇神宮外苑嘅銀杏樹燈光 show 啦。11月22號開始，30號就完。不過佢嘅聖誕市集咧就會開到10月25號，因為同德國觀光局合作，會場會有一個咧由德國製造嘅14公尺高聖誕金字塔。如果你夠搭馬，成班 friend 去，仲可以 book VIP 帳幕，日頭平啲，夜晚就收28,000 yen，可以坐6個人，仲包香檳。今年呢個聖誕市集有33間餐廳、23間雜貨店，主打德國香腸同埋德國直送嘅啤酒。個人覺得坐出面啲位咧，同幾百人一齊食嘢咧，反而仲有氣氛。入場費1500 yen，講真，雜貨店就冇乜特色噶啦，全部係平時文具鋪嗰啲10幾年都賣唔出嘅聖誕裝飾。好在有唔少打卡位可以影相，另外有工作坊教你點樣整聖誕飾物。我唔想整呢啲水晶球，所以重點都係入嚟食嘢，感受氣氛啦。現場仲有啲雜技表演同埋唱聖詩環節，相信越係接近聖誕呢個氣氛會越嚟越熾熱噶啦。最後總結係1500 yen入場可以一戰，不過最好就係空住個肚入嚟，因為入到場唔食嘢呢就冇嘢好做。至於神宮外苑兩邊嘅銀杏樹呢，其實7點半就會熄燈噶啦，但即使冇燈都係好靚，提早祝你有個快樂聖誕。